各位万声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今仔日呢，咱有邀请到一位伫即个伦敦的里民吼，伊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即个乡亲，伊伫伦敦呢用即个英语来练喙花做 comedy，就是华语咧讲的即个站立喜剧啊，单口相声条我头一届知影伊应该是因为伊迄个时阵伫即个台湾人伫英国的社团内底做自我小解我就去看伊的影片，感觉有合我的口味啊，所以我就有伫即个 IG 面顶甲伊追踪落来呢，就开始听伊的即个英文的 podcast伊即个今年来万城表演的时阵，我嘛有去看毋过咱遮先莫讲伤济，咱先请即个来宾来自我小解一下，讲看你是啥物人哪会来到欧洲来到英国的甲我讲是物？对两位主持人吼，各位万城里长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我台湾囡仔，我叫冠文伫英国表演，我来英国住差不多住有20冬是在遮食头路食头路到一半就讲人生就足神的想要换一个方向，换一件代志来做就比讲半途出家，毋知第一是毋是安怎讲则比说即摆算是伫英国遮个喜剧的演员，但是我本人是无介意即个事，我是讲你若是演，但是你咧讲喜剧即种stand up comedy 时阵，你其实上重要爱做家己我是要来发明一个事，讲莫讲喜剧演员，咱讲喙花手无听起嘛较有台湾味安尼好听无？讲有歌手嘛你练喙花就喙花手咱无一定爱为华语去翻即个词，咱就用家己的思考的方法来讲的文化，就讲我的个人是想讲喙花手先听起来是足好听的啦足好听有好听赞你嘛莫讲足厉害，我去万城表演时阵，我观众敢若5个6个人是足悲哀袂，我甲你讲，袂火去利物浦表演的时阵，惊了12个人，而且有5个人是为我的车来去的。你上少嘛有10个你观众比双手的较多对无我就一支手尔有影是你讲去讲囝仔去了钱足悲哀无啦，我去澳洲去西班牙去维也纳迄阵咱拢有嘛有几啊10个人，我是讲万城的人可能遐较寒无爱出门我感觉是你迄当阵去的时间无拄好无啦，我讲过拍广告惊开钱，就开到钱无够我毋知你若事先甲我讲，我已经招规团的台湾人去对我记得你迄当阵来的时阵是毋是拄好当着好好伫放假，是因为我记得我迄当阵嘛无伫英国，所以我对 half turn 对因为我记得你要来万城表演的时阵，我就是足想要去，结果就是爱带囡仔出去佚佗你知做人爸母嘛，毋是互人请的，哪会着爱遐艰苦咧？就囡仔家己拢关起来，放伊去食草着。我嘛这想咱你甲我问别个题目的时阵，我先甲你回一声感谢吼，因为我本来是毋敢接受你的邀请就我迄天去看的时阵，恁母就我讲咱即个我是即个万城里长的即个电台即个 podcast 你要做阮来宾无讲卖啦，我台语讲破你是足甲人鼓励，讲无我讲你听台语会使讲到袂歹我到转去听你第1集还是第2集就讲你上界讨厌的就是为住台北的天龙国你上界讨厌的台湾人就是住在天龙国即摆搬到英国来，你上界讨厌就住在伦敦，住在南边我就讲这2项我都有呢，是要安怎就是恁母甲我来上界讨厌的但是我就所以我先甲今日的听众朋友回一个实例，我台语讲甲是有一个华语的腔因为我自细汉是咧不是台北我是台北城中区，较早一个城中区大汉的我国民学校的时阵老师们讲小朋友讲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你的祖籍是倒位我毋知你去下港是安怎，应该大家拢是讲下港人台南就台南嘉义就嘉义我读迄间学校东门学校，我的同学毋是为什么山东是讲西藏即种阿里不达都足侪拢外省囡仔毋是讲外省是阿里不达歹势啦，我毋是个意思，我是讲你若是较细汉读法即马拢无城中区即马去甲南边的古亭到处必定
中正区哦，中正区遐个无遐高，无哦遐哦无遐，哦，毋是讲高级，我讲算少。遐是听迄个城中区，我是一个本省的囡仔，啊，再来做我边仔拢是外省的囡仔安尼。啊，自细汉我就感觉讲，敢若阮阿嬷吼。阮奶妈遮甲我讲台语，无人甲我讲台语，啊，我就想讲，咱无人要讲台语，我就得学啊，袂晓。我是读到大学了，足侪下港来的朋友，啊，因无上课的时阵，因咧开讲嘛是用台语咧讲，我就惊，就讲哦，其实讲台湾足侪人过来讲台语哦。啊，伊是可能来学已经淡薄仔伤暗嘛。比如讲我即摆讲台语，佫有一个腔啊。我迄时办我个人的戏剧的节目的时阵，我嘛有甲外国人解释讲一句，讲我的母语我是台湾人，我的母语应该是台语，但是因为较早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吼。啊，台语是无甲人鼓励咧讲诶。比如讲，我即摆讲较上顺、上流利、上认同诶语言是华语，但是你讲实在话，我是台湾人，我的母语应该是台语才对，所以我就甲因讲，这敢若是住咧英国遮，但是你是苏格兰，还是你讲你是 Welsh， 但是你上讲较上顺诶语言是英语，啊，毋是苏格兰语，啊嘛毋是 Welsh 安尼，啊，这对英国人来讲是。就会通了解的代志，为什么都讲伤长？为什么要甲恁感谢咧？因为你甲我招，我就讲好，无我即马就过我今年尾我一个 project 一个目标，我就来接受一个挑战。我甲我台语练甲，我讲我台语讲甲无水，但至少我今仔日一个目标是袂晓讲的字，就换一个较简单的词来讲。啊，我要讲一个全台语的访问。啊，这是我在自己的期待安尼。哦，甲你拍破啊！我就去网络顶关找老师，啊，找迄个老师，因兜的腔甲我腔个无共，有影，遮我去查，啊，阮兜阮阿嬷较早过身之前，我拢是为阿嬷，我建议讲阿嬷讲话的方法去想。我迄时有时甲我朋友讲台语，伊讲你讲这字敢若怪怪，伊问讲你敢是海口？我讲毋是啊，海口是云林遐人，阮遮是老台北人，阮阿嬷是差不多，阮阿嬷敢若是七岛遐过人，七岛遐来的人。阮爸爸自细汉伫咧台北大汉，譬如讲，你若讲，咱讲一个县，较早讲那新北市，较早是讲台北县，对无？但是自细汉，阮兜是讲台北县。哦。我常常去讲台北县，啊，人佫讲你这敢是海口，啊，恁兜敢是为宜兰搬到台北去住？讲无啊，但是阮阿哥、阮爸爸、阮阿嬷就安尼讲台北县，啊，你讲你讲遮毋对啦。啊，阮妈妈是南投人，南投竹山吼，伊其实喺竹山甲闽江，倒位一个三角汤，阮兜。阮若转去阮外妈因兜的时阵呢，伊讲拢讲糜，但是阮伫咧台北，阮讲糜。阮阿嬷就讲你要食糜无，啊，去第三就讲你要食糜无。我自细汉就知影讲，无共所在讲的台语的腔无共。啊，我常常去互人教台语的词，但是教的拢毋是阮兜迄个腔。譬如讲，阮阿嬷无讲脚踏车，啊，阮阿嬷拢讲孔明车，我毋知你敢有听过这词。对。啊，你若讲芹菜，阮兜拢讲芹菜。啊，我就即马网络讲。讲台语的资源较济，我就找着人讲分享讲老台北的腔其实甲别个所在无共，因为全台湾拢是漳州甲泉州斗做伙，但是台北有的所在讲市林就无，但是台北足侪所在泉州的影响较强。就变讲老台北人无讲银行，阮讲银行，我毋知你敢有听过。啊，我找这个老师呢是下港的腔，就在伊咧讲你甲我教，敢若我逐日出来讲诶答袂起来，因为即摆下港的腔是强，你讲下港的腔是高雄，还是毋是台南嘛？台南迄个高雄诶，啊，你讲台湾较强势腔是漳州的影响较强。啊，其实讲台北的腔嘛，毋是讲完全是泉州，泉州较强的是鹿港。啊，就比讲，即马老台北的人，其实迄个腔足少，因为台北囡仔大部分拢袂晓讲台语，啊，为下港搬到台北来住的人嘛足济。啊，即我定，我看电视的时阵，我上较后壁去学的迄个事是为电视遐学，毋是阮厝内人学的。比讲我逐日腔，你问我讲，即个字是要安怎发音？我咧想讲，你会通讲鸡吧，会通讲鸡吧，但是你问我讲，你厝内是讲倒一个，我其实拢袂记啊。对，可能就是较无咧用啦。我即摆要讲到10分钟，我还要讲为啥物要真正爱感谢？因为我甲阮妈妈讲，阮甲阮妈妈讲，我自细汉哦，阮妈妈甲阮爸爸两个讲话开讲，伊两个讲台语，但是伊若
刮头对我甲我对哥哥讲话就讲国语，啊我有差不多国民国中的时阵，甲我妈妈讲，咱哪会无讲台语？我妈妈讲无来讲啊，啊讲无1分钟，2分拢无挡袂牢。讲我妈讲，甲你讲台语也足痛苦的呢，我讲袂落去，咱讲国语就好啊。啊，我即摆甲我妈妈讲，我要接受2个台湾人开迄个电台，甲我访问是全台语的。我妈讲，啊，你敢有法度？你敢有迄能力去互人？用台语访问，我讲不要紧，我就找着老师，我要上课。啊，即摆吼网络吼足侪影片，啊足侪资源，啊，搁找着一个网络顶悬的书店，搁爱台语安尼 ，IITAIGI.TW。我就讲，我若袂晓讲的书，我就来找。妈妈为迄时间开始就逐工甲我敲电话，讲好，今日了来练习，讲5到10分钟的台语。我有影换到即摆40外岁，我甲阮妈妈拢无用台语讲话呢。因为我甲因讲，我接受你的访问了后，阮甲妈妈即摆开始有即个习惯，逐工讲5到10分钟的台语安尼。真好呢。安尼讲到13分钟啊，好，这我个解释讲为什么要甲你感谢。恁即集咪足歹教的，没有教，应该真好教，真趣意。最后是你讲话足紧，讲话足紧的。其实我常常讲的时阵，我的头壳一直想到后一件代志啊。好啦，讲转来，所以你来到英国，你是安那当初你是来英国这头路对不对？我的个性就是较无爱互人管，我就住咧台北。我是讲，我妈妈要听即集，就毋得讲甲想过清楚吼。我是想讲，我妈妈甲我警告，我妈妈讲，我会互亲戚朋友听吼，你毋当甲我骂哦，甲我笑，讲好啦。我就是想讲，我要试看觅一个人生活是安怎感觉安尼。其实我就来，我较早有去法国做过交学生，但是无啥介意法国迄个国家，去正经就敢讲巴黎足水的，到遐拢规路拢够晒，我就讲足无介意迄个城市，但是我就较介意欧洲互我的感觉，因为我大学差不多要毕业。差不多迄个时阵呢，是美国入侵伊拉克迄个时阵，我敢会记的，就是自细汉大家拢台湾人有即个观点，就是讲你若要出国前后出国比赛，出国拢是去美国嘛。阮妈妈拢想讲好，阮出来甲你出钱，你就去加州遐亚洲人较济吼，较袂互人欺负。你去加州遐读一个 MBA 转来点。我愈读书就愈无介意美国即个国家，但是我就想要出国去试看觅，讲无我来另外去一个所在好啊。我就找着学校，毋是美国，有一个是法国的。迄个时阵我读大学了，就去，毋是去大学内底学，我去迄师范大学有一个法语的中心，遐去学法文。但是讲甲足袂认真，讲甲咱一个囡仔人操零呆。我是讲我法文讲甲遮歹，一定袂过。但是即马反正讲这美国学校嘛袂相同申请，无我来试看觅。上尾呢，我就调啊，因为我法语讲甲足歹，别人讲甲搁较歹，伊就我人讲多因为我是读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内底是无一个法语的系，所以讲咧政治大学读法语的学生是足少的。比如讲我的竞争的学生足少，我才会调。我就有一个意外，就走到法国去做交换学生尾嘛关系，但是我是无爱法国这个国家。迄时我就想讲，我若要搁转来欧洲要去倒，我想讲嘛是讲英语较简单，就选英国，就先转来台湾做兵，才搁出来一届安尼。到伦敦了后是住甲我迄时是住甲足介意啦，即马无较遐介意啦吼，敢若甲伦敦结婚20多年看着先，但是迄阵读书就想讲我要留落来。想讲来找头路，找看觅，敢找有一个头路。有影嘛足好运，就找到一个头路，就为遐开始住，遐是2005年的代志。咱拄则敢有讲着你安那开始做这个喙回手的？无，迄时我大学是读新闻的。其实我要读大学正经，我嘛毋知讲我要读啥，但是我知影，阮出来是做生意人啊。我想讲，我的个性我会使去嫁，人有我若有朋友，伊出来是做老师的囝，也是无做生意的，讲我敢若有生意人迄个味。
其实我拢是假菜，我的个性是足无爱甲人挨杀之类。上尾我就知影讲，我若要读大学，我无要读商，我无要读生意，但是我嘛感觉讲去读文学，还是读讲中文，还是英文，即个敢若以后头路嘛歹找。上尾讲敢若新闻是有趣味，我就读新闻。迄时来法国甲英国读书的时阵，我来英国读硕士。我读的是经济甲政治，像欧洲，我读的是欧洲政治甲经济研究。其实嘛，就是讲算像吼，读欧洲研究应该毋是来英国，应该去欧洲别个所在。但是外国人若要甲英国留落来，你就爱遮个居留证，还是签证。迄时你若毋是后面的人，你若摕着签证，伊就爱讲因遮找无够的。迄种职业才有要去找外国人，因遮的人数学无好，所以讲伊会去找外国人的工课，大部分是银行、会计师，佫一个是啥我袂记啊。但比如讲我读大学正经讲，我一定无要读生意。我妈讲无去读会计。你毕业了后来出来公司斗相共，我才无爱你做我的头家。上尾我无要转去台湾，阮母是无啥欢喜。但是我上尾比讲遮的会计师，阮母是足欢喜。所以我开始英国找一个会计师的事务所上班。因为我本来就无介意做即款工课，我是做了袂歹，但是我就为心内就无介意做即项物件。所以差不多7-8年了后，就感觉足神呢。我就想讲，我这人生敢是就安尼啊？甲人算小算一世人算到我死安尼。我就讲我上少我是住咧一个真大真趣味的城市伦敦，我就爱定定去看戏，看无共的物件。我就开始去看跳舞啊，看戏剧啊嘛看电影足济物件。看迄个戏剧了后，我就想讲，有时我就想讲，这表演人敢若无啥好笑呢。那么我来讲起来，无一定比因较好笑呢。我迄时就有安尼个想法，但是拢无开始去准备。读到工课到有一年足神，我感觉讲，无一定是即个城市，我无一定住遮无介意我爱换一个所在去住，我就换到德国去。迄个时阵。英国国的欧盟内底，我已经迄时我有申请到英国的身份甲即个护照，我就搬到德国去住。我是讲我去住迄个柏林 （Berlin），我换一个所在国家开始我一定会足欢喜的。住喺遐了后，我有转来遮一个爱丁堡一个艺术节，或者个英语讲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迄时就无咧食头路。我较早去艺术节，拢点差不多一个2工3工，看差不多7-8个节目。迄年就无咧食头路，我就点10几工，看20-30个节目。看尾看着足好看嘛，看着足歹看的。看着遐足歹看的节目，想讲我有影感觉我家己来讲，已经讲甲比因国较好。伊讲甲遐烂的人，讲甲遐无好笑的人，拢有迄信心。去讲为什么我家己无，我就决定讲我要来试看卖。我转去柏林了后，伫个柏林遐是足大足侪美国人嘅大嘅所在，所以讲虽然伊讲嘅话，遐嘅人是讲德语，但是嘛有英语嘅表演，我就为遐开始。所以你遮会一开始就做英语嘅表演？我是住喺德国，但是我是为德国开始英语嘅表演。头几届表演拢袂歹，都。观众拢拍婆笑甲足欢喜安尼。就讲反正我是有影有即个材料来做即项代志。迄时就是讲，我若是要认真要发展，做戏剧要练喙花，一定爱搬倒转来，搬到一个英语的国家。我就比讲，德国住1年了后，搬过伦敦来。原来是安尼哦。好，安尼咱继续落来就来讲你即个练喙花表演的即个部分好啊，因为我平常时伫即个网络顶看你upload的遐个底片是看袂无啥错，毋过迄届伫万城看你规个完整的演出，我感觉有一寡像你一个自传，就是自传吼。所以就有写着你的认同，包括性别啊、各族的认同。
就是你比如讲，你一开始你会放一段介绍台湾的第一片啊，会唱即个《伤心酒店》啊，你会讲啊，用即条歌来看，咱即个观众若是唱落，你因有反应，安尼就是台湾人。但是我甲你讲，迄个 stick 吼，迄个步数，有诶时阵完全无法度用诶。我是伫我迄款迄个影片，我是伫去西班牙诶巴塞隆纳。啊，去遐是台湾嫁互外国人，差不多30-40几岁的太太，啊，因个会晓讲淡薄仔台语，个会晓唱。我到pitting的时阵，足侪是20几岁，差不多10几岁、20几岁的学生。我要唱迄条歌的时阵，全场袂晓唱。所以讲，我即摆看网络顶悬的影片，讲台语要死啊！我是真正有感觉，起码甲20几岁台湾人表演，你讲。伊若是唱张惠妹，还是讲周杰伦的吼，无一定咱会知影。我就讲啊，但是我若是用华语唱，嘛中国人嘛会晓斗唱，啊，就无记忆啊。我就是超工要创算题，我就是要唱一个台语歌，才会使分别讲倒一个是台湾人，讲台语的台湾，倒一个毋是。因为你住喺台湾，不晓讲台语，上少你嘛有听过嘛。但是无，迄是教我自然的人，搁较少年，足侪个台语人听无，有影是听无。对。啊，你拄仔迄个问题是讲，我即个表演一个节目，敢是要作为我家己的一个自传，吼，甲我一个设计，这是敢是我家己本来的计划是。啊，我若要解释，甲这讲较长的，是讲英国即个戏剧的即个界，今年上重要的就是8月去爱丁堡去遐去苏格兰迄个艺术节，因为英国较少，所以讲。对因来讲呢，你遮电视界内底的导演，也是做制作人，吼，迄种人呢，要去找，佫有较深，有啥物足厉害的表演人的时阵呢，伊定去8月去艺术节去看节目，啊，看甲有啥人介意讲，我介意你表演的风格，你表演了甲你讲，这是我的名片，吼，咱来啉一杯咖啡安尼，所以英语讲 debut 第一届上台。即个意思，对，所以本来去表演，你若正都无去过，啊，你好好啊办一个节目，是1点钟的时阵，迄个本来的设计就是记住你咧去自我了解的，本来就是有一个计划内底。啊，我迄时想讲，因为汽车哦，你就爱开钱去甲人拍广告，你爱找公关，啊，你再准备啊hotel 嘛足贵吼，去一个爱开足侪钱。你定拢是了钱，我就想讲，我去遐一年有几若千个节目，无一定讲我有影会出名。我若是无出名，我开遮侪钱，敢有遐意义？我就想讲，若是我本人无出名，但是我会互国较侪人去熟悉我的国家台湾，上少我会使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迄时的想法是安尼啦。若是讲我个人的自我了解做无，我会当去甲阮台湾帮助讲一个国民的外交，吼，还是我迄时的想法就是安尼。好哇，啊，毋过因为我甲你体感嘛，感觉讲英国人其实无啥咧关心其他的国家，是无毋对。所以你安尼以台湾为主题，你有感觉安尼有较好袂，还是较歹袂？英国人敢会有兴趣？啊，是看啥市？这个问题问有较好，但是讲到我心脏内底去啊！我迄时因为我毋是足出名的人，我表演迄个房间吼，迄个场所差不多是坐到60几个人，62个，上济我一工会当表演互62个看。就比讲英国遮有几若7万人，我若是有法度去找着1%，还是0.5%即种有人。对我台湾即个主题感兴趣，我就会使互满一间观众表演。所以讲，我迄时去20几工，啊，每一个拜五甲拜假拢是满的。啊，平常时人较少的时阵，上少嘛有差不多30几人，甲40几人。所以讲，我迄个节目要找着观众完全无问题，因为我的节目有我的特色，但是困难的。所在是倒位咧？是讲遮的剧评，伊的世界观是足伟所以讲足侪剧评伊活咧，家己的世界是一个看西方伊的注意较重视的价值是讲，
迄时我的节目若是失去到讲，我作为一个同性恋，我生活足艰苦，人佫甲我歧视，安尼对迄个剧评来讲，较有趣味。但是因为我选择的角度是讲，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想要了解我的国家无？你想要了解讲，作为台湾人的台湾生活，咱甲中国人无共的所在是伫倒位？即种话题，伊迄种艺术甲文学，即种英国人，即种剧评，伊足侪是无啥兴趣的。来甲我写剧评，差不多有5到6个人来写，只有2个甲我学了，有一个讲你甲国际政治遮紧张的代志，你去比较是讲一般人生活内底足趣味的，安尼比较足趣味。另外一个甲我讲，你敢若对足侪国家了解足深的吼，你有做足侪研究。迄个查某囡仔是马来西亚来的，伊本来就毋是国人，就较有甲我支持讲，我足介意你即种去讲国际世界无共国家比较的代志。但是足侪来看英国人就讲，伊讲迄个敢若当是凊彩讲的啊。伊本身就无了解嘛，所以伊感觉讲我笑亏拢是甲人讲人的古板的印象，但是伊毋知影讲迄古板印象有诶时阵是真诶。伊本人对迄种别国家较无遐了解诶时阵，甲人安尼批评是较简单诶代志，因其实伊就无喺内底讲，我甲大家承认吼，我大家是对别个国家诶知识是足低。所以我有写即个节目上尾我去澳洲差不多11、12个国家表演。为澳洲这国家表演转来时，我是有感觉有较骄傲，但是我对苏格兰拄转来时阵，人是无啥欢喜安尼。迄时我有熟悉一个台湾会住伫英国遮的记者，伊甲我讲，因记者有一个 WhatsApp group， 熟悉足侪外国国家的记者。我就讲无安尼，你甲你迄外国的记者朋友讲吼，伊若看我的节目，我就互伊公关票，拢免钱的。有人名一张拢无人来领，一张拢无。一张拢无。表示因真正是对外国文化无啥物兴趣呢。无啦，因为伊会感觉讲台湾人感觉生活过了嘛，不值得舒适。虽然讲我应该是算弱者。但是咱们是迄种足悲哀的弱者因为战争还未拍起来。伊若是看新闻看到台湾人的老伙世界中，咱就是足英语讲 perfect victim。但是伊起码袂感觉讲台湾是互人欺负的弱者，伊是对台湾无了解。伊佫像讲，伊遮较左派的人有一个想法是讲，伊若是批评中国政府，安尼你就是歧视中国人。因为英语内底，中国人甲讲遮大汉的中国的英国人是同一个字。所以伊就感觉讲，若是讲到遐个代志，咱就是敢若咱是白人去歧视亚洲人，其实是无，但是伊无去做即个分别安尼。对啊。对，真正诶。对，我感觉我有小可了解你的意思，就是咱毋是迄款刻板印象内底第三世界，毋是，因为台湾人拢大城市有台北101有捷运咱就足厉害啦！咱12个会使去制作半导体趁足侪钱敢有啥物问题，对无？对。另外一件代志，亲像讲，阮台湾人会想讲，咱人自我了解讲，咱就是Formosa。西方伊拢知影，我甲你讲，即马差不多20到40几岁英国人拢毋知影即个字。对。有影毋知，咱台湾人世界种自我介绍讲，咱就是 Formosa，即个字对即马西方的人是完全无意义的。有影无知影，伊是爱有定咧看亚洲的政治迄种新闻的人才会知影。即个字，但是伊毋知影讲 Formosa 是台湾。我去荷兰表演，伊嘛毋知影讲较早荷兰人有台湾殖民。足侪拢毋知。我感觉这是若是想要互遮的当地人知影咱的处境，咱有当时爱用香港的角度去开始这个话题。
无啦，我对迄时因为我是出喙花唱嘛，戏剧演员嘛，对，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讲，我想要互你感觉，看我的节目毋是来上课的，因为即马足侪戏剧常常讲英语讲 condescending， 讲我的上主要的目的毋是要互你笑，我上主要的目的是要甲你教即个价值。对我来讲，这毋对。我讲你若是表演戏剧，你上重要的目的就是爱互人笑。但是你要甲人讲代志、教物件，你会使偷偷掺落，但是你一定爱好笑。所以迄时我写迄个节目，我就想讲有够好笑无？我讲有每次2分钟就有一个笑点放在内底，若是无，我就爱甲伊更较好笑。你若感觉讲你来看，你开始笑，心内就会甲我接受讲，你即个是有够高的戏剧演员，我就会较介意听你讲话，即是我只偷才甲我要甲你讲的话掺在内底安尼。对，我真介意你讲故事的迄个角度，就是为台湾的小可迄个自卑心态，就爱讲台湾 No.1 迄个角度，还有讲你家己即个工程员的身份伫个台湾的一个过程，安尼我感觉就拢真轻松啊，真好笑互遮的讲当地人也好，就是对台湾无熟的人会当知影讲咱即摆台湾咧面对的问题是啥物货安尼，对啊，我真介意即个角度。谢谢啦，有影谢谢啦，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讲，人是来看你表演，人上班上几若工即马可能放假，还是讲暗暝来甲你看，伊就毋通阁讲甲遐悲哀。对无？你就爱互人想要听你讲话。我的目标就是讲，今仔日伊1点钟的节目看了，伊若出去甲朋友讲，我今日看节目足好笑，我阁知影讲。原来台湾是安怎？因若伊为一个点钟的节目是学着一件代志，甲台湾有关系的代志，我就足欢喜啊！你毋通讲我所有讲的话，甲台湾有关的，你拢爱记的。我毋是一个老师的教，我是一个喙花手，我是伫遐表演的。我想讲，我想要因来离开的时阵是。民国带着笑容，就欢喜讲拄开钱的市，看这个节目足有价值的我学着啥物代志，嘿呐，对。所以你感觉讲，因为你嘛有伫澳洲无同的国家表演嘛，你感觉无同的国家对你遮的题目的即个接受程度是如何比如讲，因澳洲来讲对。比较英国，因对外国的文化，敢有较趣味，还是讲敢有比万城更较歹白？其实我去无共的所在，算讲我伫苏格兰遐踮20几工，逐工来的观众嘛无啥共伊若去看，我啥物族群的人拢有。亚洲来的人呢，我是每一工差不多一定有2-3个是新加坡还是香港来的。这是对咱较熟悉的，但是我内底是讲着阮甲阮妈妈安尼的关系印度南亚的人嘛会使了解，对，因为咱即个父母甲囡仔即个关系甲别人无共，亚洲人会使了解，但是我是讲着英国政治的所在，英国遮的人会了解，所以迄时我咧写即个剧本的时阵，我咧想讲，我无法度去控制我今仔来的观众是倒位来的人。所以我一定要写即首剧本，写到每一个拢感觉讲上少即个部分我会使笑，我会使了解。别个部分我可能笑到无别人遐大声，但是别人若笑到遐大声，一定有伊的意义伫的。我去澳洲其他的城市表演时阵，我毋知影是讲到时来的人是台湾的移民较侪，还是本地的人较侪。我一定爱。换是讲，我有讲一个讲英国政治人物的名，讲美国遐政治人物的名，有的时阵我就爱换，有的时我开始解释讲，你敢会记英国即个像，伊较早伊到 Downing Street No. 10，坐去以后坐无40外工，就互人换掉。即个名英国讲名就好，但是我去别个所在，我就爱去讲，你敢会记，因有一个。查某来做伊迄个 Prime Minister 首相伊就同样是敢若去囥个microwave 几秒你就嘣一个就出来迄个安尼解说才会使伊才会记的。我搁注意到
我上尾啊几场已经，因为我有去讲算笑，讲迄个中国迄个 spy balloon 嘛，对无？就对对对，飞过美国迄个 spy balloon，我上尾啊几场是2023年5、6个表演的，到迄时就是人已经袂记这件代志啊。啊对，哦，所以讲，我若去迄个表演，我感觉上好诶 mix 吼，是讲台湾人差不多占1/3，莫伤过侪。因为台湾人伤侪的时阵，就变讲咱台湾人逐家 ON， 就讲好啦，对啦，爱伊哦，你咧甲咱台湾加油支持，安尼就无够客观，一定爱有大部分是台湾的人，安尼讲起来较有趣。但是我是足感谢台湾的乡亲朋友来甲我微博支持，我是爱讲好清楚。是讲对我是个表演人的角度，迄个戏剧，迄个场，若是爱趣味吼，是观众是愈好杂愈好。对，就是讲，因为我想写的时阵，咧写我的目标是一个 universality。我想要讲的主题是足详细，但是我希望讲我设计的笑话是每一个人拢会使了解安尼。对，我知影你的意思，因为你若是你的节目台湾人来看，就是迄个英语有一句叫做 preach to the choir， 甲教会合唱团团个的，就是因本来都有信啊，你去开面传道，你就是白了工的，毋过毋是啊，我感觉是台湾人看嘛会感觉好笑啊，当地人看嘛会好笑啊。当然，因为你有一个想要宣传台湾的这个想法，所以若是有搁较侪当地人来看，当然是效益是上大的嘛。我迄个节目表演差不多30几届，我上尾我的观点是会知影我的内容上深的是啥人，是搬到外国，住到英国住过10几档迄种台湾人，伊会感觉上深。对。第二就是嫁互即个台湾人的外国的前时甲太太，定听伊讲听，就咱台湾阁有人欺负，伊听嘛是听10几档听到惯势啊。即种人会了解我，会了解上深安尼。对，就是拄好夹伫两个文化中间的人会感受上深。但是我有注意，我有差不多20%几的观众呢，伊跟我有兴趣，是因为我是比较无共文化哦。我讲我是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我的爱人是另外一个国家啦，即种代志我可以比较。因为我有伫足侪国家住过的经验，所以讲我讲的笑话对即种人来讲特别有我真台语无熟啊。你敢知影我的意思？因为你去遐足侪表演人，伊可能是足高足有迄才调去写剧本，但是伊生活的经验一直拢是踮咧一个文化内底。伊所有的笑话拢是为英国人的角度去写的，安尼。对啊，所以咱来讲到你有一个 podcast 的频道叫做 Comedy with an Accent，伊翻做台语就是有腔口的戏剧啊，还是讲有腔还是讲有腔口的喙花啊。我真介意嘛，看阮翁做伙听啊，因为就是像你头前讲的，就是你会讨论一寡文化争吵啊，还是讲伫英国内底的少数族群的喙花手来请因来分享一寡伫英国的戏剧圈仔内底发展的即个经验。因为你的名叫做 Comedy with Accent 嘛，即个 accent 有腔口的意思，就是讲伊无就是伊是外国人，无就是伊是英国内底的少数族群。比讲有一集是请一个 Wales 的喙花手，另外一个是苏格兰就北边的一个族群 Shetlandic， 就歹发因为我感觉真正趣味就是讲因像节目的时阵一定会互你问一个问题，就是 Do you think you have an accent？ 你感觉你讲英语的时阵有一个腔无？对，我感觉足趣味的，因为这等于就是咧讨论即个文化争吵的即件代志，所以我想要先问讲，对于腔口即件代志，你是啥物时阵开始注意到戏剧内底即个腔口即件代志？对，我拄开始表演的时阵，我就注意到一件代志，我徛咧舞台顶悬，我讲话的时阵，观众甲我看，伊看到的毋是一个表演者，毋是一个人。伊头前看到的是一个亚洲人，
伊看到的是一个亚洲来的演员或喙花手，所以伊对我的期待就是讲，你一定是要甲我讲甲亚洲有关系的笑话，对无？对。就咱即我甲足侪迄个演员甲喙花手吼去讨论遐代志，这是一个理论啦。但是我有影是感觉讲，对于西方的观众来讲，上基本的一个基本的表演人，你来讲，我即甲你讲一个喙花手，我惊讲 stand up comedian， 你头一个想着，迄人敢是生啥物款？基本的迄个人是查甫的，即个人呢一定是白人吼，即个人呢可能是英国的，可能伊头前想过大北边人是着北边，但是应该是迄个腔是南部的一个 receive pronunciation。你甲即个基本的即个型无共的呢，你拢爱去解说，因为你若无去解说，伊就会去想讲，为虾米你佫无去甲我解说，我讲互清楚讲，你甲我头前期待即个基本型无共。就比如讲，我今日若无是解说我的腔，一定要想讲，我无法度去注意你想要讲的题目。我先去解说我的腔，我才会比一个亚洲的演员变做一个演员。这人甲你斗阵的时阵，毋管你是写住偌久，你心内想着讲你是外国人。你若无解说呢，伊就想讲你是中国人。伊甲因讲话，你也知影讲你是台湾人。你甲伊讲话讲较久，才讲你是一个人。有诶时阵呢，一世人看你呢，永远拢毋是一个人，你永远拢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台湾人。定定，阮咧讲即种甲人分类诶即种想法，阮是为看到诶，伊皮肤啥物，伊是倒一个族群诶。但是我注意到讲，英国是社会阶级真深，即个观念真深诶一个所在。所以有时咧，甲人问讲你是倒位来，是足无礼貌诶代志。所以讲伊拢无问，伊就听。伊听到你的腔了后咧，伊心里甲你分类，讲你是倒一个族群的，你是倒一区来的，你是啥物样？你是啥物款的阶级？你是中产的呢，还是善车人呢，还是好野人呢？因为伊爱知影讲，我甲你敢是同一个阶级，我才决定我甲你要斗阵的态度，这是一个英国人的关系。所以我今仔日徛喺舞台，我若无讲我是亚洲来的，伊就毋知影讲我敢是英国出世的。也是伫外国大汉，伊就毋知影讲你这腔听起来敢若是华语中文的腔，你敢是中国人？我就感觉讲，为虾米我有诶朋友，伊徛咧遐，伊开始讲话时，伊爱讲啥就讲啥，为虾米我一定爱自我去解说？但是我就注意到讲，我若无解说，观众就无想要好好啊听我后壁要讲诶代志。所以讲，虽然我今仔日想要讲诶笑话是到做会计师诶时阵，我会人去就要求这件代志。我上开始一定爱讲，你若是要想我即摆这腔是倒位来的，我听起来是敢若讲中国话，但是我是台湾人，我一定要甲因解说清楚。我了后就去甲足侪伫外国来的朋友讨论讲，为虾米观众会安尼想？就比如讲，咱这毋是基本型的表演人，咱有较侪限制，为虾米因就无？为虾米观众会安尼想？我就用即个问题来开始这个人的电台安尼。所以你感觉，对这个腔口来讲，你若是有一个外国腔，就算讲你讲的笑话跟文化精差无关，你感觉英国白人因敢有法度接受，还是讲因感觉讲看到一个面相是亚洲的人，伊就感觉讲我即摆听无啊？你爱看你是去倒位表演，就是讲，若是在英国较大的城市，因为英国规国家来讲移民足济嘛。较大的城市咧，你逐工可能去买菜去便宜，拄着的足济人本身讲话拢是有腔的。所以对因来讲，听到有腔的英语，毋是啥物大不了的代志。只是讲，今日呢听到的腔是伊平常是无听过的，伊可能听起来较艰苦。对。我是感觉讲，我差不多有3到4届表演，我是徛喺遐观众迄面就甲我讲，无介意你即种的。伊就感觉讲，你的世界甲我的世界完全就是无共你会讲的生活一定甲我生活拢无共。我即个电台名 Comedy with an Accent 其实是有相关，因为咱第即个意思就是讲腔 accent 就是腔，但是第二个咧，你讲话的时阵，你要甲伊强调，敢是安尼讲？对。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听我讲话，我有一个腔。
但是我即个腔就代表讲我讲的内容内底有另外一个观点。哦，哦嘿，原来是哦所以讲安尼哦，你莫感觉讲我今日讲话有腔是一个弱势安尼啊，我有一个优势，我的优势是我看世界的角度，我成长的环境甲文化甲你无共，所以讲你听我讲的笑话，你会学较较济物件，你会知影一个看代志无共的观点安尼。对，这就是一个优势啊，佫会当算是会当摕来卖钱的。嘿，对，即摆讲我咧英国表演时阵，观众若是较少年的，住喺较大声切，伊就较介意讲，伊若去俱乐部看一暗看3到4个表演，伊就想讲，伊希望每一个表演人有无共的所在。可能是伊来国家无共，可能是伊是查某无共，可能是伊是北部来南部来无共，文化无共，宗教无共安尼。你无想要看4个拢是共款40几岁的查某，拢毋是同性恋，伫遐讲因某讲因某的歹话迄种，听到有影会好，安尼。对，我知，因为我不是有咧看即个 comedy 练喙花啊，我家己是足介意听女性 LGBTQ plus 含白人以外族群的节目，因为我足介意迄款就是考试迄种老白异性恋的直男的笑话。就是老白男啊，老白直男的迄款笑话，啊嘛，我嘛真介意即个地角笑话，人讲地狱梗。啊，毋过我感觉你就是爱经过地角的人讲出来，即个地角笑话较着味。所以，比如讲女性啊、性少数啊，是讲少数族群啊，这拢是有经过较困难的时阵的人，吼，就是咧我咧讲有经过地角的人，所以冠文的表演就是对我来讲就合味的。啊，即寡你有去上你的 podcast 的遮即个喙花手，我感觉因的表演嘛，拢较着我的味安尼。但是一个喜剧界内底，就有人想讲，我就无爱听人教我安怎讲，因为我是一个喙花手，我是一个喜剧演员，我本来就是一个 rebel。所以你叫我为当兵行，我就要为师，我就跳咁样为师。啊，即摆就顿讲，你叫我爱尊重女性，我就爱专工去找查某囡仔的麻烦安尼。你叫我爱尊重 LGBTQ， 我就去笑这同性恋是安怎。啊，网络顶悬即种的影片呢，对10几岁、20几岁查甫囡仔，伊是足欢迎的。啊，我感觉台湾嘛有一个嘛共款，这个台湾嘛是共款。但是伊是人客啊，就英语讲这是 market 啊，这是看喜剧的人观众伊要看，你是要安怎？但是我感觉是袂遐简单，因为伊讲伊要看，但是你嘛是鼓励伊去看即种物件。啊，安尼变到转来了，就讲我定定甲，毋是甲别个喙花手冤家，但是咱会讨论，咱讲咱作为一个喙花手，咱作为一个表演人诶，咱诶责任是到倒位？阮敢有一个道德诶责任？阮敢有会去保护社会价值诶责任？有诶人就讲无，咱今日是一个表演人，咱诶责任就是互来看表演诶观众朋友笑，安尼就无。我讲无，我想讲，我想要互因笑，但是我会使选择我用安怎诶方法去互因笑。对，我选安怎的故事，啊，我中心，我本人中心的观点是倒位安尼。对。最后一条就是即个语言的选择。因为我听过你讲过德文、法文、日语、中语含台语，我听起来是感觉拢真流利。你感觉你安尼啦，安尼我会歹势啦。今日要录音就有影皮皮怎？个台语真歌，我感觉你讲啊足认真咧。啊，我是感觉讲，你时间就遐济，你有一个经济观念讲，机会成本。你时间就遮济，你若囥喺 A 就是 A， 若囥喺 B 就无通囥到 A。啊，我若囥去发展、去想、去写法语甲德语嘅时间，就袂通来准备写英语嘅时间。对。啊，另外一个较趣味嘅是讲，虽然我自细汉是讲华语较济，但是我表演开始就是用英语去表演的，所以我诶即个心思开思考诶方法就是英语诶文化去想诶。所以讲，你若要叫我用中文或用华语讲耍笑，安尼即个开讲讲耍笑我是会用，但是爱顶悬写剧本表演，其实我中文嘛写袂啥会出来，爱较练。你著爱重新开始啊！啊，台语有影是
对我来讲有足困难。我是希望会当美国有一个喙花手吼叫 Des Bishop，伊祖先是为 Ireland 搬去美国住的，伊去中国北京住过几若年，伊会晓讲中文。我有一年差不多是2014年去看伊表演的时阵呢，伊就会讲算像讲伊去中国表演拄到的趣味的代志安尼。伊了后我就开始有注意即个表演人，伊上尾咧，伊就搬到Ireland，佫会晓讲Irish 的所在，伊去学伊祖先的语言，伊上尾是伊的目标是用 Irish 表演安尼，对我来讲，伊是我的英雄。去拍拼，对，所以对，就是今日真感谢这个冠文，伊开足侪时间来准备即个访问，佮特别去上台语课，真是足感谢的。嘛足欢喜讲会当来咱的节目来讨论即个练喙花即件代志，因为我家己不时会看，所以有对伊的，比如讲手路啊，还是一寡议题讨论，拢真有兴趣的。而且我佮足介意伊即个 podcast 内底有足侪深入的即个讨论啊，讨论无论是身份啊，是戏剧啊，嘛有讨论即个语言和文化所以咱遮个广告一个，就是你的 IG 是，IG 是叫冠文 comedy， 因为咱咪是中国遐个罗马拼音嘛吼，所以我是 KUANWEN comedy COMEDY。伊另外讲迄个我本人的迄 podcast 电台是 Comedy with an Accent。安尼大家会当去找伊的即个 podcast 频道是全英文的，大家会当先出练英语佮有来学一寡即个欧洲的文化吼，含语言。对伫即个欧洲的朋友嘛，可以注意伊的 IG 看伊的即个演出的信息啊是有用吼，就甲买一张票去听看卖，带朋友去安尼。好，安尼真正是今日真正是讲真久。我要90分钟啊！对，就是较长的啊。人无惊长，惊无聊尔。人无惊长，这敢若讲起来是一个同性恋咧讲的笑话。人无惊长，惊会软。笑死！安尼要收尾啊！要收尾好。安尼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大家食到100岁。情况过一阵青菜水果青，来买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方便。落水溪，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我本身讲话是讲话足紧的一个人，我讲华语甲英语讲惯是讲较足紧的，讲今仔日你甲我提醒一个，讲我若是讲较伤紧，讲较慢的吼，莫讲遐紧不要紧。不要紧啊，咱足欢迎大家讲足紧的，咱加起来较紧啊。会使讲这时间的内容会较济，是敢是这观念？对，